迄个相连吼，到尾我就甲伊较有联络，尾我若转去美国，阮拢有见面吼。所以阮最近就我6月转去参加迄个毕业典礼，刘丁啊后期阮组囝，阮只要有真好沟通，所以我才邀请伊即届，为了伊即个思维顶面，咱爱真关心即个事，替伊来祈祷，希望即个事互伊推动啊，莫互伊安尼累志啦吼，咱爱伫后壁甲伊加油吼，替伊祈祷。我即个时阵我莫讲太多，时间到对了。我。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大家大家平安。我真系真欢喜，真感谢有机会来甲咱分享吼。我今仔我即礼拜中，我感觉咱即个教会足温暖吼，做啥？我是双连教会哦，双连教会足冷的哦。你若去双连教会，会记得穿毛衫哦，冷的。因为礼拜。迄个下骹的大楼，无人去用冷气，规个拢关起来面顶。啊，佫一个足冷的吼，就是讲人甲人的中间吼，足好整的嘛吼。尤其我做工人事工的时阵，遐个工朋友，本来有20、30个每礼拜做礼拜，落去到我要开始要做的时阵，剩2个、3个啦吼。因讲我逐届来要来礼拜的时阵，坐落就听边仔的人就走去，知影意思无？哦，迄就是人甲人的中间咯，唔敢去关心伊目睭无看，颠倒去走去啦。这题外话吼，今仔就是讲我伫双连教会做20年中间，上痛苦的是啥？输会读圣经。吼，大家知道这经验无吼？伫我迄个时阵，迄个敢若有无啊本圣经，有迄背位是圣经，我袂晓背位字，我第一代基督徒，我袂晓背位字。吼，到尾也有现代中文译本出来了，迄个牧师就教我讲，你要现代中文译本甲读到台语，即摆我看今仔礼拜足侪人足够的哦。但是看到澳门的时候，我讲读来，是的哦，毋对，读到下骹再我讲爱阮才对啦。伊敢有我们无分咱甲阮，迄个圣经哦，互咱记述咱的真侪歹读的所在吼。所以我。开始就一直追求讲看有啥物方法，我来读圣经啦吼。到尾也是2001年的时阵，我开始接触到白话字吼。因为无啥时间吼，所以袂当讲是一日到几点？50分我12点半。OK， 好，大家食饱啦吼，袂晓啦吼。伫2001年的时阵，伫波士顿的哈佛大学开台语课，知影这个是？哦，你好是你像我教授去教，伊嘛是教会的这个青年吼，所以有来教会教白话字，我才开始学白话字啦吼。伊当时遐个囡仔为什么伊拢问讲你是安怎要来读台语啦吼？伊讲我若学晓台语，转去台湾甲阿公阿嬷拜年，红包会较大包。哦，这是足实在的问题啦吼。我讲一个故事，尔阮伫保顺隔壁有一个台语的家庭，爸母拢甲迄囝拢讲台语，一开就带转来台湾，要过年啊，吼，甲伊讲拜年，会晓讲台语，遐讲欢喜甲，讲我台湾囡仔拢讲迄中华民国语，我的美国的孙仔会晓讲台语，欢喜甲啦。欢喜甲拢带去迄个计程车坐咧出门拢会带出去哦。讲阮孙仔足老会晓讲台语了，去等。有一工计程车司机哦，迄电话忽然间去吧，伊就讲恁爸，伊讲我伫波士教阮老爸老母伫教阮，毋捌听过恁爸什么意思啦。就问阿公讲，阿公啊，恁爸什么意思？恁爸什么意思？我毋是，对，伊就甲教讲，恁爸就是我就是，了后阿公就足欢喜讲我孙仔会讲台语吼，就说讲要去美国，要去波士顿，要甲孙仔去出国。就因囝悄悄的讲，就圣诞节才有时间咧出来。圣诞节飞机飞到的时阵落大雪，飞机慢4点钟。迄个孙仔咱等甲咧，看阿公阿嬷出来，阿公阿嬷我伫遮，恁爸伫遮等你4点钟。咱台语趣味的所在伫遮吼，对啦，这个咱台语的圣经吼，咱看，白话字圣经第一本黑色的吼，
哎，会啊，有伫读的人写个。哇，足济哦！那说恁若读册的时阵会叫做爽快哦。迄本圣经是下问话啦。哦，咱有感觉无？脊椎创伤着我，哦，伊对台湾人贡献足大，传统运种少，但是唯一的后遗症吼，就是甲教会外地人10%的无共。哦，我恁爸伊听无，吼，有这无共啦吼。啊，所以讲以后咱要传福音要传罪的时阵，你着人较歹接受嘛吼。讲实我第一代基督徒，我嘛爱招，足爱招人来礼拜。啊，迄个人讲第来一届了后，伊就讲，恁讲咧台语我听无啥无，下届就歪来啊，吼，就歪来吼。所以即个地位之先吼，啊了后1973年。长老教会甲天主教合作5个神父5个牧师做伙翻译圣经。伊讲咱迄语言下问话，毋拉紧，佫足久啊！哦，已经拢过时啊，遐个话即摆已经无得讲啊。所以要甲翻做现代台语。啊，毋过要出版即本要出版的时阵，伫出版社叫国民党没收伊烧掉，知影人写个是？我不知哦，我了解了，知啊。所以，咱的母语去受即个统治者的打压，足严重啊！啊，圣经甲你收掉呢，会烧掉呢？啊，怎解又是基督徒呢？啊，你甲伊烧掉哦！啊，到这因了，佫毋敢寄讨吼，我感觉足好笑的。圣经讲话一直寄讨啦吼，这就信了。吼，阮迄当时就是讲，阮波士顿有一个长老叫林清准长老啦吼，伊。听到即个红会圣经叫没收的消息了后，伊才知讲，有白话字即个物件，就开始学。啊，学了的时阵，伊讲加拿大拢无啥好读啊，只有着即个新旧约的圣经即本下文话圣经，就开始拍6年半哦，迄电子档案拢拍起来。哦，啊了后，迄当时我拄啊学会晓台语，学晓电脑。哦，拄则迄个少年看到我电脑我会晓。我做遐济代志拢靠电脑，啊，人讲你睇我都做啊紧，我讲沿路做沿路困啊，哦，我去困的时阵就叫电脑做啊，哦，就讲全罗马字的要翻做汉罗的吼，翻做汉字的吼，迄个敢若诗篇吼爱8点钟，啊，我去困之前我也试咧，啊，天早起来就好啊，就转好啊啦吼，所以沿路困沿路做吼，啊，我足欢喜今仔日是青年团体班的吼。真可惜，咱看无几个青年。哦，只要听华语的礼拜。哦，哦，你一个我感谢，我搁一个来。回去在家。哦，所以咱即个母语的物件，你若无环境无传承落，会无去啦。哦，你一定爱传承。所以我学做足侪工具，即个工具做少年的恁青年有趣味，哦，我愿意教恁。足侪人甲我警告，讲你今年73岁啊，吼你无紧传承落去，啊有一天若无去，这拢无去啦吼。足可笑，信望的网站，伊有开发足侪工具，我足感谢上帝着。我伫做树工的时阵，伊拢甲我引出，吼。啊以前的遐个帮人树工，若有时间，迄会当我来当讲一点钟吼。迄帮人迄个关怀的树工吼，啊我伫讲就是讲即个圣经，啊你开始要做的时阵。啊，我会晓电脑了后，啊，佫拄着信望的网站，捌去个啥个就信望的网站吼，遐足侪资料，圣经资料嘛吼，你拢知嘛？啊，伊就一个人伫找台语的圣经嘛，哦，啊，我伫参加即个台湾的罗马字这个运动的时阵，遐教会外的人较济啊，长老教会颠倒放弃咱家己的即个标的是祖先留予咱的财产。哦，啊，结果是教会外的人，迄当时，台湾遮的人足侪想讲要学台语，要甲台语救活起来。啊，因知影汉字，我都解决台语。哦，汉字各自表示，因知你读。哦，其实来讲起来时，咱会感觉讲汉字毋是为着咱台语设计。咱台语，咱的信仰祖先传教士设计一套白话字，罗马字才真正会当。读出咱台语的音啦吼，啊若无迄个恁吼，大家足后去迄个讲读到恁啦吼，哦，伊就讲恁咱音，哦，咱咧都要做音吼，其实即摆电脑已经有啊，你拍，我毋知安怎拍啦吼，
已经 Microsoft 已经有语啊，毋免去两字安尼斗，已经有啊吼。迄拢会造字出来，咱若看无，迄个恁吼，客语是读做按，你敢知？什么按将的按，才有客家人，才有客人。啊，所以白白台湾的语言内底，白白迄个汉字，台语读做恁，啊用客语读做按吼，这是足趣的代志啦。所以即摆过来即个就是圣经了，有一个台语汉语版，有你读的请举手，哪些个？啊，恁有感觉怪怪改叫改叫？啊？我知啊，恁有感觉改叫改叫无？有啊。啊？迄内底无半字会改呢。伫咱牧师，你读的时嘛还读反悔尔，拢无会改。恁有感觉无？恁有注意无？无注意。因为大家都安尼安尼就读来咧过，啊，我第一代志得到，我来问来去啊读，去甲想啦，哦，啊才知影讲，迄本圣经拢无悔改，所以有一个80几岁的一个叫做吴清益牧师，吴益清牧师，哦，80几岁啊，啊伊去保顺，我甲伊熟悉了，伊知影我咧创圣经，啊转去了后敲电话给我，讲林长老。我做一世人的牧师，袂当上天堂咧，因为我无传悔改福音，因为用的圣经迄本无半字悔改。哦，在座恁有感觉？足我想无过来感觉，确实影无半字悔改。哦，恁若找我一支10000块甲你买。足趣味，下问话就是下问话，啊伊的悔改有小可有，不反悔有小可悔改的意思。啊，但是来到咱台湾。悔改甲反悔差一层嘛，对。哦，今仔这牧师嘛毋知影反悔，啊了后就安怎吼？其实你无反悔、无悔改，上帝袂甲咱赦免啦。吼，这是上大的问题。啊，佮用字，今仔读个圣经迄个啥物马可福音啦，倒位有一个若是耶稣讲安怎着？啊，伊的台语汉就伊写弱势嘛。弱势。哦，啊！你先读就袂通啦。做事也说，啊下口无讲安怎啊，就是甲人。迄若是我的下问的是但是，你甲读做，你甲改做但是的时，意思足清楚的。哦，因为你反正迄个人伊毋知讲即个下问话，伊反正伊是白话字是若是嘛，伊想讲若是就是弱势啊。啊，家是下问话若是毋若有但，就是毋若。哦，迄个若，哦，伊无去注意，诶。啊，所以足济牧师读到遐个时，定人来问我讲，你台语遐敖，你问我讲即句安怎读？确实无论安怎读，就读无意思。迄个若是今仔日的圣经，恁去注意看，你甲读看觅。迄个若是你甲改做但是的时阵，迄意思足清楚的啦吼。啊，佮伊内底吼，迄用的字吼，迄负人人吼，负人人安怎写？啊？人来人啊。对啊，迄敢台语。所以伊甲明明下问话，讲这是台语汉语版，吼，这就是来足大诶，哦，对咱来讲，对台语来讲吼，对咱台湾人确实有小可较实的啦吼，较歹势哦。迄个，伊讲迄个你若读富人人，哦，富人人是富人人，伊讲你会读富人人，袂读富人人，所以甲台湾人。看到遐低咯，咱台湾人所有的人的物件，啥后壁拢会加一个人，查甫人，其实查甫迄个查就是人，哦，甫就是查甫的男性，查人啊后壁某就是女性，哦，查某，已经查某啊，搁加一个查甫人，这就台语啊，足自然的啊。啊，我伫甲建议，伊讲会去人会读毋对。所以遐改做负人人来的人啦吼，即个问题，伊负迄个人汉字摕来借来标台语的音，哦，伊的汉字本身拢有意思，拢走去别位去啊。互你的互，哦，我互你的互用互相的互，哦，你读袂感觉讲规个甲互相有啥物关系？啊，啥要用互？姓氏内底哦，迄个互有5个汉字。后时、后让、后悲、后余，吼，迄就甲斗欢，迄就甲斗咧，斗到咱的语言无一个主体性啦。这就是讲我
你去话伊去教了后，我踏入即个台语运动了后，我发现讲，咱台语已经失去咱的主体性。啊，咱要咱继续讲发展有困难啦吼。啊，所以阮一群人拢希望把即个主体性改救倒转来吼。OK， 即个新约圣经吼，我有甲改做汉字、罗马字吼，公报社有出。哦，啊，公报社出的时阵，咱的教会毋知有收到圣经公会甲咱通知，讲圣经公会出的圣经才是圣经。我意思就讲，迄本毋是圣经，吼。所有教会拢有法，足侪教会牧师来甲我讲，吼，啊，就是针对即个。啊，尾还是因有伫即个圣经公会搁出现代台语的本，有伫用的请下手，现代台语的本，无啦，啊，你有 ？OK， 要第几版？啊？哦，这现代中文的本，迄个澳门你都毋知要读咱嘛读阮，无共啦吼。迄个伊的事言你嘛有读无？伊的即本现代台语即个罗马字版这，伊头前有一个事言，你毋知有注意读？迄个李长老送一本。对，你有读？伊内底写甲足清楚。讲因妖怪果照原来的伊写迄个泉州腔啦，哦，咱台语有泉州、有漳州，其实即摆拢分南北腔啦吼。啊，所以迄个伊妖怪果言辞，其实迄毋对，伊其实是要照原来的厦门音、厦门腔来翻译啦，吼，伊无要照台湾较侪人讲的。迄当时1930年代开始的时阵，咱台湾也是厦门，是厦门话足强的，足通行的就对啦。哦，啊，但是渐渐了后，尤其台北迄个北部的人不爱讲台语，啊，所以即马台湾上侪人讲的腔口是倒位？啊？南部。南部江。无南部江，咱莫讲去江泉，咱甲伊经无关系，已经脱离较久啊，看要。南部叫北部叫无紧，伊教育部有去统计，即个教育部网络有一个书典，头前的迄个就是较侪人讲的，就是以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腔口，熟悉的人请举手。高雄市做中心的中南部的人，你的腔口你讲迄个人，哦，你读这你会足爽快的。哦，即摆人规个拢嘛改做即个腔口，哦。啊，伊当时迄个翻译小组，因即个现代台语的本的翻译小组，为着要出版圣经出袂出来，叫我去甲斗下手王清祥牧师，你也斗下手了。啊，伊当时我甲迄个因咧翻译的，落尾因叫我去做因的翻译小组的电脑部分。哦，啊，我就一直建议遮个，你无甲台湾的社会发展，你要做翻译圣经，你要学做台语，一定要用较侪人讲的嘛。哦，日本人伊的阮的日语。较侪人讲，伊嘛是有法去抄出来，结果是阮的关东，就是东京为中心的嘛吼。啊，你文字一定要一致要统一。啊，你要读你的腔口无要紧，哦，日本也共款。你若去听迄个台版遐个腔口的时阵，你听起来就无共啊。哦，湿地路是讲湿度路。哦，迄都差足济啊！但是你读无要紧，但是文字爱一致。所以咱即摆咱去追求即个文字，互伊会当叫咱的普遍腔啦吼。这捌你请举手。啊？你拢读个圣经啊，拢毋捌？陆伊人博士，陆伊人博士，伊是现代中文日本开始拢会去翻译吼。伊教我足好啦吼，咱来。其他分组就是愈来愈感觉讲，咱真简单咧读个即款的圣经，读起来真硬硬，毋是咱家己的话。不过这文章一直来一直创作，我咱就是要翻译，应该就是翻译就是所谓多正入体，即款的语言，上帝真正用咱皮肤的你甲人讲，你来讲话，啊，这就是真重要的生活的工具。所以咱今仔嘛讲多正入体，
耶稣来甲咱中间要甲咱讲咱的话啦吼。啊，所以咱家己本地的话，咱学会晓吼，莫讲耶稣要甲你讲，你袂晓讲，你需要是安尼。啊，我一个是，我即做个月甲伊足熟，定甲伊斗阵嘛吼。啊，我甲讲，咱现代台语译本，要尾搁用原来的泉州腔，哦，我讲这甲社会脱节，哦，啊伊有听落讲对，所以咱就爱来用即个普遍腔，台湾的普遍腔，所以足支持我。我有啥物问题甲请教，伊拢会甲我讲啦吼。啊，但是遐翻译唱作，因甲即马还搁伊坚持，讲无罗伊博士是话原来会支持即个厦门腔，伊讲做泉州腔，哦。啊，我讲人一定会改变。以前伊无去想到这，我伫甲讲这时阵，伊马上就讲对，爱照这落哦。对，爱安尼才会较一人。哦，即迄个迄边迄个蔡天理牧师嘛，有人捌无？圣经讲话，迄个前个哦，蔡天理牧师，伊嘛甲我足好诶，伊嘛知影我伫创这，我伫追求啦，啊，结果变做诚做落创哦。啊，就是讲。迄个圣经讲话，我的建议，哦，足侪人的建议，讲你著毋好甲台湾社会脱节，啊，因着一直坚持，哦，讲这是我的参考。你迄本你有读哦？迄本迄个现代台语的本，哦。当然遐尼。家己切齿，对，家己切齿。我讲台湾人拢讲家己切齿，讲家己切齿的人啥个？拢讲切齿嘛，齿嘛。对，啊伊翻作切齿啊！你转读看觅。啊，耳孔的耳，伊无鼻孔音，迄就是厦门话啊，厦门腔啊，无鼻，伊讲有戏的人要听，毋是有耳，咱台语是耳，哦，所以差足大尾啦吼，啊，所以罗伊博士伊就要去入面的时阵，最后。哦，迄个蒙主文条以前，我即本圣经有出来，我摕去送伊吼，伊安尼看甲欢喜啊！伊讲伊定个会文论啊读啦吼，所以讲，你圣经是要互人读的，啊你逐个爱去读有，我爱读嘛，敢毋是？啊你读起来就研究啊，要哪去迄个创这啦，啊这就事实，这事实哦，这事实哦，我定来拢有去甲拜后啦吼。后过来，咱搁看即个马里良唱遐少，哦，贵德的牧师，迄当时红会圣经伊伫翻译的时阵，伊拢有参与，哦，伊伫美国，你看我捌的太拢一寡年纪较大的牧师哦，因为因歹输入法啦，哦，伊袂晓补啦，啊，我开发一个用白话字咧输入的，哦，啊，所以即摆要考牧师爱考迄个，考迄个爱用迄拍工就过啊，哦。爱拍工就过，爱考台语，啥个还佫考字拢爱用这啊。迄个数字话足好用的啊。哦，你要拍台语、拍客语拢会使。啊，所以讲，因知影我有这，我去拢每年8几届拢会去甲因迄个分享，啊，报因知因就拢学迄套嘛。所以我这拢足熟知哦。啊，咱听看伊安怎讲。就是咧在讲，所以种圣经翻译。啊，我安尼较讲哦，我伫即个现代中文翻译的时阵，我讲哦，问题是啥？翻译出去的是爱教会审查啦。啊，教会审查的时候，教会遐牧师遐长哦，你若翻译安尼出去是过去牧师咧讲的道理，几若篇都无去啊哩。伊原来咧讲的，都无伊也无经图通讲啊嘛，所以就反对。那中文的翻译，差不多30-40款啦。啊，上中式的是吕正中啦，吕正中啊，吕正中的翻译就以 OK， 个人翻译较中式啦，教会出版的较无中式啦，因为教会就过去的观念。伫个时阵，你若甲翻译一个无相像的，就该反对嘛。所以就要保迄个过去的 vested interest， 吼，教会教会出版的吼，较无重视。所以这是为个考量。我上来教会做是10年中，
了后，我知影伫教会内体制内要做代志做袂叮当啦。我做迄奉神事啊，我足艰苦咧。啊，感谢上帝安尼稳定，到即马我体制建立好势，因到即马一直发展到西罗合唱团，出去团录音遮拢做好势啊。吼，啊，但是所以我一直做用体制外伫做，阮伫信望内即个网站，因为着要台语圣经甲我熟悉，吼，啊，阮就讲咱来做台语信望内，伊讲好，我就创。啊，无偌久，佫叫伊去做客语信望内，哦，因为咱母语有两种台语客语嘛，吼。啊，伊嘛创出来哦，伊袂晓客语的，啊，反正我就伊客语的白话字系统甲咱台语共款，所以咱若白话字遐有人要去学客语共款，你共款照安尼咧读，撇安尼就读第2条，撇安尼就读第3条，拢相像吼。啊，过来，我讲阮常来教会的蒙朋友来做礼拜，每礼拜超20个人，啊，阮的周报爱用迄个点字。点字内底爱圣经，爱圣诗，哦，啊，中华民国语的迄个文字吼，点字伊只网络面顶直接拢甲你翻做点字啦，啊，咱台语无啊，哦，啊，所以我就甲讲，来，咱来创一个台语点字的信望内方便。因为因迄个，我等于礼拜的时候，拢会去甲因斗阵嘛。伊讲，一届就年长老认真去读台语圣经。我下骹我就爱蒙北迄款的中文译本的。伊讲足艰苦呢，哦，啊，我就干安尼尔，我就知影。我用1年的时间去甲信望内来给遐创一个台语点字的迄个吼。啊，所以伊的圣经台语所有，即马这面顶拢有，伊拢会当随 copy 落来。啊，就随时会当读，啊，圣诗共款，哦，啊，圣诗我阁有这新店啊，倒有一个长老伊足厚的，伊去创迄盘奏版啦，哦，伊嘛摕我，啊，我斗起来吼，啊，所以圣诗蒙朋友伫厝呢，伊会当用网络电脑安尼面顶蒙迄个歌词，啊，有盘奏，爱唱圣诗，所以伊的姓名、伊的外名规个拢改变，上帝听。伊拢随时体会出来，哦，这是我是感觉讲足好个啦吼。OK， 这个伊只带毛豆吼，我有记啊嘿。OK， 我讲尾啊，迄倒边迄个捌的请举手。你啥物啦？啊，伊啥物啦？爸爸。小米姐。哦，小米姐对啦。哦，伊做过台南市人医院院长。哦，啊了后去你牛泽市去台南教会牧会，啊我就因为这事情我拢甲伊熟悉，啊所以讲，伊退休的时阵，伊甲我讲林长老，我做一世人牧师拢用迄外国人的圣经，伊讲用到嘛足艰苦，伊讲伊退休了后，要来甲这外国话改做台湾话啦。我已经做10年，我网络面顶做10年，我拢透过网络人来读，拢有欢迎遮，啊就讲啊安尼好，礼拜主哦。啊，倒边即个捌来请举手。OK， 啥物啦？罗小长啦吼，伊是台湾教会史的官委啦吼。啊，伊去波士顿27年，我去，阮就住隔壁啦吼。啊，拢同教会嘛吼。啊，我伫甲讲要创这时，伊上起初嘛感觉讲，你也毋是牧师，要甲人创圣经，吼。啊，落去我就温软甲解说，我录伊牧师甲我指导，啊，伊个信约。过顶着牧师指导，遐指导拢有证据呢。伊咩拢毋是讲我只太讲的啊，爱看话讲，则感觉讲有影即个事工足重要的。哦，咱台湾人爱有咱台湾人家己的圣经，啊有咱有主体性的。啊，你要读落去，咱传就会爽快。无啦，讲着读圣经的时阵，咱家叫就足艰苦的啊吼。啊，所以就爱讲好，啊就爱出字出力，搁出智慧。这全面台语圣经的全面是好的啦。阮本来英语的 Common English Bible， 哦，啊，讲你看的那个全面啊，所以，啊，阮透过网络，每一句话要介绍台湾话，若教育部面顶无的，阮拢透过网络去问。所以若有人你28岁接到我讲，请问，你安怎讲吼？迄你着爱回答，迄你表示你一票，你安怎？啊，你减一票，我来用把照抽去啊吼。所以，迄个老长老就讲，你若要做这事工，就爱做一个协会。哦，所以来阮的肖正文牧师，伊讲伊话你做理事长出来，
出来带领嘛吼，所以我成立一个专门台语圣经协会啦吼。OK， 这小弟，搁即个上正面即个嘛是怎样子？哦，伊拢伫美国啦，所以咱台湾人敢毋捌。伫美国即个北美教育每年拢伊的 keynote speaker 拢伊，个少年囡仔宾州教会出身咧。吼，伊研究圣经是有够切到着啦，伊是遐读书人伊嘛，就要倒遐嘛吼。所以阮即个时工伊拢有参悟旧约，伊是读旧约的，旧约大部分拢伊。所以发现讲，巴克利圣经1933年，迄当时巴克利伊精神的马雅国，伊是为着需要，所以因来翻译圣经。因本身嘛无圣经的翻译的训练基础。但是上帝引带为着需要，所以因来翻译。阮嘛是因为安尼，台湾人有即个需要，因为圣经讲话较重视会趁钱的中文圣经，台语圣经伊拢放五啊。伊的新旧约爱搁8年才会好，你敢知？咱即摆已经有啊，154年，去年8已经出来全罗马字版嘛拢出来。这就是第一步，咱家己改。语言该学好势，伊本来巴克利翻译了足好个但是差迄语言改叫。所以现代台语现代台语日本着伊个书内底嘛有写讲因着爱招一群人都爱翻译嘛翻译足久个迄当时16年要出即个新约个16年呢。王先将牧师挡袂牢来讲啉酒咯，你来甲我斗甲酒，咱有生之年嘛，讲出版互我看者，56年出袂出来啦搁拄着圣经个，迄个圣经讲个罗志明牧师，伊是上咧教会甲我写咧，我信仰个成长，伊讲实在，伊是我个灵性个迄个教上帝会叫伊讲爱甲我引出来啦。但是讲到这圣经伊就足反弹，伊毋出就毋出咯。王先将王修公牧师，伊是董事长咧，伊总干事嘛要嫁出去嘛毋出就毋出啦，所以叫我去。我讲你阮迄当时我甲迄个教会广播社张立夫牧师伊做我台语的，所以主要出迄个安培圣经汉语版的咧，我讲伊就看讲，伊若圣经讲话毋认咱家己来认。圣经讲话伊甲白甲外死个啦。因所有要拍迄个档案，拢用叫 Paratext。干若圣经讲话的出版社会晓用，其他出版社袂晓用，伊家己白个咧，毋出就毋出啦。叫我去我去我讲你档案互我档案互伊送去信网来啦，甲改做 Word。Word 的广播社就使出啦，所以安尼才变去出啦这过去的历史就是我想起来一站咧上帝拢有咧引带，所以我咧做事工咧上帝引带，我是一直你若拢肯祈祷肯做就你该需要拢会来啦就讲我今仔即个机会，即个少年的来参与咱就即个圣经咱就传承下落啦伊讲一本，咱伊研究圣经翻译，即马已经到6点几版啦，咱还伫0版，大家圣经还伫0版啦。所以讲，本来伊讲卖出这啦，直接来出咧但是迄个工课足大个啦，要重新翻译要根据即马新的翻译的迄个学者的理论来翻足济即马已经拢讲袂通所以经过个版本呢，一直新的出来嘛，新的出来了后，愈早的时这我就要学着，愈早的抄本，愈接近上帝话就对啦。后来拢人参人的意思咧，拢加足济啦已经过几分啦。我10分。我太太定来，我拢定来出去演讲嘛。即届有一个教会拜3工，你敢知？拜3工包括迄个苏士法的台语迄工区3工，华盛顿 DC 的迄个教会。
啊，我太太讲，你敢有遐济讲？我讲我讲一礼拜就讲袂了。我伫中山医啊，大学有一个台语系嘛，最近个牧师遐开一个台语系啊，我去教因头3年的台语电脑啊，迄是一学期2学分的物件咧。啊，咱即摆一点钟过来讲无煞，所以我来讲，咱有较紧哦，较实的哦。但是事啊，咱若有问题时，我真欢喜甲大家来讨论，尤其少年的，恁一定爱来学这个工具课。所以你迄个数字化，咱这牧师可能较早，即摆牧师一定爱考迄个数字化。哦，迄个数字就是讲，牧师伊头壳想的，明仔载要讲道的想的是台语，啊，但是伊的讲道过写北京语。去你甲大学顶的时阵，爱用北京语，可以甲读做台语。伊头壳都爱写甲足忝，你看牧师拢忝面。伊家己毋知影，我知影，因为我以前是安尼来的啊。较是影，伊若有法度用台语直接拍台语的讲道稿，一定足爽快。袂拄啊头壳拄啊转来讲，我们要读咱啊读。我发现足济啊，足有名牧师伊个咱一寡写我们里头，我想伊就写我们嘛。哦，啊，咱的迄个周国仔也会晓写咱哦，迄真足老的。互你无人读我台语我去啊，互你祈祷的时阵，哦，我来愈少年愈厉害，袂晓分担个我。你祈祷的时阵上紧张，上帝啊，咱拢是罪人。要唔上帝有影啊，伊袂晓分担个我。啊，所以。你若祈祷的时阵，千万毋好讲咱啦，咱拢甲上帝拖落啦。啊，今仔到尾啊，伊有一个时阵，伊敢若半伫教会又讲个半祈祷，到尾啊，佫会阿免。我讲你是伫祈祷，但是你内底讲咱来安怎，咱来安怎，你有注意听？哦，这是少年的，咱即代咱有责任，咱无教少年的，好啊甲教。少年教会青年节拢会叫青年去聚会啊。厝诶，逐项拢足好诶，啊，祈祷诶时阵，会咱阮就无啥。哦，迄一摆有一个哦，我拄着因老爸，我讲伊讲伊嘛有听着，伊嘛知影问题。讲我等伊有感啊，哦，讲你是安怎安尼就对。啊，结果讲伊坦白讲，因去互因囝美都转去，都是你没有教我。爸母无较教，这有影咧，咱爸母还有这责任吗？这母语毋是用教，是环境。教会也有这环境，所以咱的周报开始会当用台语的圣经节，哦，看要汉罗要转罗安尼落，哦，我建议咱创办的，咱的目睭是安尼写无要紧，你安尼写足安好的，哦，这是迄个，你讲是啦，我。大部分的圣经，即大部分的周报拢改做坏啊！我看咱遐有一个啦吼，这建议咱有机会当去改。尤其你若要罗马字插罗马字的时，你若一个你著出歹插。我伫咱知影迄个日文面顶拢会卡那注音嘛，吼，迄叫鲁语啦，叫挂手机啦，敢若中华民国语的注音符号啦，迄叫鲁语啦。啊，我知影讲咱台语有足侪人，尤其少年的要读汉字。是我写答袂好势，所以我面顶拢嘛注意。我用一年时间，即个软体去啊创出来哦。我即样我都几本圣经，面顶拢有，阮网站面顶嘛拢有啦吼。即本我是会上早出即本。罗印上长老伊知影我伫创这时，伊嘛拢会我迄个汉罗鲁语版拢印一包看。啊，伊一个朋友来找伊，啊伊一个看讲，哎哟，台语安尼才读起来好势。啊，但是伊毋是基督徒。伊佫足勇敢，甲大长老问讲：你有迄无上帝？大长老讲：雅歌无上帝啊！所以先从雅歌开始，所以迄个圣经的爱情啊，无上帝啊，怎啊接落？伊读了趣味啊，接落真言内底就上帝啊，伊都自然来睇啊。所以这本是安尼来吼。阮迄个开始协会讲要成立了后。啊，阮就提出一个计划，讲要出版这。啊，阮伫上年教，伫迄个美国有一个北美教协，北美洲台湾人基督教协会，哦，每年拢有开一个神学研讨会，啊，每年拢会叫我去，因为我拢有新的物件，伊拢会叫我一节互我报告啦，吼。啊，所以这个阮用迄个名，向世界台湾人基督教联盟，知影啥叫啥？
无啥知哦。世界各国咯，各地拢有长老教会嘛。啊，咱总会去甲因创一个迄个联合的，迄个2003年伫迄个湾区嘛开会时，啊，阮就去报告。啊，肖建芬牧师报告了，啊，因为我会晓电脑这方面，我来报告嘛吼，啊，作业方面报告了。啊，迄个罗金贵牧师就故意接纳，吼，啊，所以大家来推广。啊，数落了后讲，过2年了后，150周年纪念。所以我伫2年内出一本，哦，这个纪念版是150周年纪念版。啊，感谢上帝，就是讲，虽然压力真大啦，嘛是安尼过哦。啊，家己袂晓排版，本来教会公报社签约签好啊，定紧嘛好伊啊。啊，社长离职讲我歹出，哦，啊感谢上帝，啊结果找到英皇出版社，好，配合也讲较好，但是因袂晓排台语版，啊台语版了啊只有咱家己排，啊我有迄朋友去介绍一个迄边的，伊嘛开始。插着即个台语的排版，迄个白话字的迄个调号，哦，因为可有人时啊，你也袂晓处理，恁地产拢会乱码嘛，人伊处理啊足好势，啊所以安尼，这拢有照安尼出来吼，我足感谢的，啊，时间到，啊，你是讲到半暗，OK， 安尼我需要讲，迄个汉字吼，咱咧背是物件吼。这我介绍一下，这陈汉国老师是我的台语老师啦吼，所以今仔到来，啊伊台湾台北有厝，台南冇厝哦，啊拢互我大个。伊发现讲，我第一代基督徒嘛，伊讲咱足奇怪，用背啦，台语背是背圣经，为背的背嘛，哦，啊伊是北京语背十字架，背台语是爱，也是歹嘛，哦。囡仔是讲爱，啊物件是讲歹，啊是安怎会背十字架？背当当，今仔是咧背当当。哦，啊牧师会晓讲担当当，是足好诶吼。担是用担嘛，毋是用背诶嘛。哦，即个汉字有足侪即个问题吼。啊，咱共同来探讨啦吼。迄个哦，林凤良牧师迄个总干事嘛吼，因足认同遮个。尤其阮遮上大诶改变，就是甲人名甲地名，莫阁用迄个北京语汉字直接读过来。人耶稣咧，人北京语发甲足好诶，读做台语变耶稣，就走音去啊嘛。所以阮即摆拢改做耶稣啦，白话字版啦。哦，啊你汉语版无知啊吼。啊所以你渐渐诶去适应。雅各根本就是雅各，哦雅各。啊，咱甲读倒来雅各，差足远个啦吼，即个啦吼。啊，搁一个就是讲建议咱读的时头前的语言小读的，阮有真济迄个会改变无共款的吼。迄个人提起了后就讲，啊，你即本遐大本太无新约，啥物原因新约伫头前啊？哦，第一，咱讲新旧约，啊，过来咱基督教是先认捌耶稣了后。耶稣有引用以前旧约的经典，所以旧约较慢成册。赖印象长老是历史学家，伊是讲，所以阮讲要改新约放到头前，大家人拢讲对。但是有一个牧师讲，恁革命，我讲无，阮革新尔，我是革命，阮革新尔。方便咱，你看咱今仔的圣经节，拢也新约啊。对。啊，你放伫后壁都毋知变啊有啥啥，哦。这有足侪改善的位啊！啊，咱大家用了已经少年咧，恁若有意见，做摕希望来参与阮的即个合作，阮的团队啦吼。你有 email 才会了后，啊，我遮你若倒做遮个工课，你学遐工具吼，你也敢会做足咧。恁了少年咧吼，啊会当做足侪代志诶。即个啊，伊所以伊会较即个煞接袂出来，伊讲阮伫重视即个音啦吼。啊，过来就是讲迄个嘛有即个有声的啦，啊，才开始研读尾好啊吼。你若去信望的网站，你若有选巴结的全罗汉罗圣经，后壁有一个读经你试落，每一集读互你听，迄是读迄个共款教原文读啊吼。啊，我有去做即个
知影啦，听下就有，OK， 我所以到我才见到到即个会当新旧约专书拢会当听啦，哦，足侪人买啊，我本来是为着双连教会的公朋友来进的哦，后尾结果年纪较大，拢方便啦。有一个讲，林长老啊，感谢你哦。我若暗时哦困袂去的时阵哦，这甲耳到逐个听落上帝的话安慰我，就舒服去啊。爱困药啊，无生理啊。所以这就是讲将上帝的话哦，会当伫咱的生活面顶有这哦，即个台语足侪拢用汉字来标咱台语的音，这什么意思？很慢的。你要用北京语读，慢奶，对吧？意思是啥？现成的啦，慢的奶鸡，对啦，很慢的奶鸡啊，即摆市面足侪些啦，这是对咱台语的发展无好，所以咱白话字爱好啊来学，咱白话字当然就开，白话字才会当解决咱的问题啦，咱的读音啦吼，这是讲。啊，即个拄则伊做网站嘛，个无稳定啊。迄个网站有伫上网的人哦，恁会当去以前信望爱的圣经有伫上网的啥个种，哦，不遮济啦吼。迄咱的台语甲咱插伫中，啊，咱即摆有一个 CTV.FS 咯吼，迄是以咱台语为主啦吼。即个哦，你拍头前，阮做拢 FS 咯，就是信望的。啊，头前你拍 CTV. 就是 Common Taiwanese Bible， 我本来显啊，迄内底，迄内底你记着就是即个啊，咱来了解咱台湾的情形哦。咱的白话字叫教育部改10%变台路，啊，即摆少年的拢读迄，迄少年的即使讲你创迄拢用迄个教的罗马字，人阮拢有教育部的，吼，啊袂读，光你入门就是毋对嘛。你去台语信望的时，阮有2个入门啊。你若入去教会，就所有拢教会的白话字互你读；你若入去教育部，所有拢用台路的互你读啊。哦，这信望的较是晓对台湾的贡献足大啊。你讲遐讲足济啦吼。即个啊，咱即个即马台语拢放伫头前啊。哦，你会当选。你几爱会当选起来对照来读，对照来读，啊你别记个嘛会使对照来读，其他版本、合学本拢会使对照来读吼。啊你选你要爱的，咧表格的时就是对照来读，哦你要爱的圣经放对一节，选对吼。啊这第几章，你会当选吼，咱时间关咱10:02。OK， 所以第一段是白话字，第二段汉罗，第三段汉字面顶有标罗马字。嘿，哦，后壁有罗俊义的迄个导读，伊迄个新旧约66本拢有写导读，啊，伊是用北京语写。我定人伫讲，你甲是我介绍好，你着中华民国人，啊你家己食中华民国语着癌嘛，啊要叫下骹人，佫去阿平要佫传落，啊伊就笑一啦吼，啊袂紧，啊伊就一规拢摕互我3个月甲改做汉罗台语，我有迄个软体吼，恁少年来学深个吼，嘿，啊你迄个看到个要创台语的，你就是本来写华语，写变台语啦吼，有遮来读啦吼，嘿，啊即个。其他嘛有吼，错无同的啥会遮，阮一人有诶拢摕咧。啊，即个读经你若有8个咧吼，读经互你听。哦，第一节，缘起头，上帝创造天甲地。啊，即个人吼，即个中华音乐教会一个叫何志曼，伊怪出名，伊新旧约拢读好势。伊是迄个旧正约的迄个电台的播音员，讲上帝和我的稳定，我讲要同时读上帝的话，所以8个咧伊读了，啊红会圣经嘛有读，阮信望的网站面顶有，啊即摆你读这已经读迄款的新迄款的四福音书甲诗篇经文拢读好啊，后咱若有要试读，我会当迄个人子互你，阮也袂公开啦吼，也袂完全好，迄个就是讲咱要思维也使，你要圣经要读，有迄个困难的有影吼。会当做遮个。
遮内底有够真侪迄个 ，OK， 真侪宝贝啦吼，恁来咱有点，这查对了吼。啊，你要整段的吼，整段的就是你选几种版本，伊会照安尼排，每节，所以个你要英文的，要华本的，拢会当排落读落去。就是选整段的时咯。啊，接过来，阮迄个圣经有人名甲当名，迄个地名，阮拢共改嘛吼。啊，这有一个对照表，哦，迄个对照表我有原来把吉安怎读，啊，迄个原文是啥？哦，我记句过来，我话卖啦，恁有时间家己去看。啊，过来，台语、汉字、罗马字甲华语的对照。即摆咱少年的伫读台语无啥会好势。啊，毋知台语、华语要怎讲？迄内底有一个，我这有一个对照表。迄个对照表，你甲所有的人遐个台语读会晓，你就会当读这本圣经啊。哦，无几字啦，有迄罗马字的无几字哦，会读哦。啊，较重要后壁有即个，有一个度量衡哦。咱足头定就是迄个一日的路程到底偌远，咱拢毋知哦。所以你遮。你甲拍讲，你即马哦，迄个一日的路程，你甲拍折，哦，啊，你甲创计算，哦，伊所有的单位等于2.5公里、几公尺、几公尺，遮拢会出来，哦，即你若咧读圣经拄着即个问题的时阵哦，会当到遮啦，吼，诶，啊，过来即个，我有一寡灵修的册吼。叫做《圣经解说学导论》，咱伫读圣经，你若有去知影人安怎解说，这解说学，咱知影了后，咱读圣经叫做简单。这是以前台湾新人院一个美国的教授电脑阿当，伊已经70、80岁退休啊吼。啊，伊写英语，针对咱欧洲人写，亚洲人写的，迄个解说学。啊，林瑞良牧师，咱知影嘛吼，东吴教会退休啊。伊甲翻做华语，哦，啊，我甲翻做台语，啊，即马台南新人院要出台语版，所以讲咱台语版，咱来互较侪人来读台语啦，啊，若无台语会无啊，人学台语要创啥吼？啊，我即个吉米卡特即个吼，迄个咱足侪灵修的这服务工全365天，365真正的足侪嘛。啊，吉米卡特即个卡特总统，伊足虔诚的基督徒，伊做迄个总统嘛去教圣灵出去哦，所以伊将遐资料，伊甲写366天。啊，美国一个台湾人，伊读甲讲足感动的，哦，伊就拢参与支援这个时间嘛。啊，伊讲林俊乐，伊拢叫俊乐遐，我1万块美金互你，你甲出台语版互台湾人读，吼。1万块美金随夹出来啦吼，所以你支持这个时间的人也足济啦。哦，你感觉有意义，咱就来支持哦。啊，所以我甲翻一篇哦，拢甲翻出来的。啊，过来就是我要翻这哦，我嘛开我一个英语词类变台语啦吼。确实不可想象，我毋知影。我这个年纪顶新的字哦，顶新出来去查字典啊，过转去也就袂记啊，还佫去查一解啊。我这变，我这规个创练啊，伊拢先拢替你创好势，我过来再去修的时阵有哪去改，哦，会当做。所以这哦，伊有一段圣经，啊有伊的见证，伊的见证是国际性的，哦，因诺贝尔奖，所以咱虽然伫新店7张，咱来当读这，咱会搁了解国际性，然后去关心。世界和平，迄个善食的，伊免哪去做遐工哦，这拢真济，这拢有计划要出来哦。我看可能嘛是安尼。OK。哦，这就主要是讲遮啦吼。OK， 这我头这点字哦，王平伊的点字6点尔，我都点数5个字，啊有准备啊，咱去啊，圣经讲话伊的网站哦，就是安尼尔，伊无创啥，其实嘛拢叫迄个新闻会甲创啦吼，
啊，这个 OK，刚刚大家。我划掉，慢慢仔细看。哎，感谢。我伫10几年前，甲伊做伙伫树林啦吼，我伫遐做伙食一届饭，啊伊有送我一本，迄阵啊单本的罗马书的款啦吼，啊迄这个本仔尔，我就是对迄个伊讲你来看，你来看，伊毋是讲互你摕倒去，我转去了随看，甲读读来，我对迄个时阵即刻开始，我甲林长老就有一个心内有一个联系啦，我讲啊，这才对的啦，因为咱读白字读几啊年啊嘛，我才发觉讲，哈，过去毋对，有人要做这个工课吼，实在是哇，足难得的。拄啊，林长老讲一个代志，咱相信咱拄有注意着，就是讲伊咧讲啥？伊讲伊咧做这个代志的时，有拄着真侪阻碍哦，对不对？第二哦，伊讲啦，伊讲伊也是要做，为了上做，为了上帝做，上帝看有啦，所以后壁吼，伊足侪资源就直直走来啊。迄毋是伊熬呢，毋是讲哦，伊关系偌好，完全是上帝对伊安尼做啦。我这是足卑微的嘿，即伊吼，伊嘛常常来咧私下甲我讲这个代志啊吼，总是真个阻碍，这我会当了解。但是我想讲，但是对我来讲，好，这有够宝贝一个人啊。以前我甲伊是西罗爱的代志啊，有来拜托我一个代志。网友啊，阮两个安尼熟悉啦。熟悉了，我伫美国了，伊逐礼拜吼，礼拜几拢会认识。但是我毋知讲，伊即个代志才是真正感动，就讲哦，原来这是无共款所认识的林长老啦。对即个代志吼，遮尔个坚持吼，啊，我感觉讲，今仔日即本吼，白话字即本吼，咱各位无偌济人会晓读白话字啦，我相信啦吼。但是我知影迄个有几位有咧读的，我知。所以，我甲林长老拜托吼，伊有互咱30本，啊30本吼，咱的一部分，我讲加10几本票，咱的贡献，啊，甲啥物人？即马才有10几个咱的囡仔伫台中咧读圣经，有无？迄个囡仔我问讲，我要送伊，啊，互因注重即个代志。咱若无宣传，互因即代去读圣经，才会少年的吼。讲真诶，你毋知影外口有听啥物声音安尼做诶？你听到会惊。讲外口的青少年，甲咱的青少年来讲，免惊，伊一直拢袂晓讲国语的，以后去教就咱的啊。伊拢甲咱讲台语啦，伊袂晓讲，伊拢袂晓讲国，啊，迄代若无伫的吼，就靠咱啊啦。所以咱的教育拢啊改做国语啊，有即个危机啊啦。所以咱今仔日应该爱重视即个事。啊，今仔日即个圣经吼。我教会安尼我算算，差不多20-30本会下伫教会啦。啊，咱若有兴趣的人吼，咱这教会公用的物件吼，你会使先去读。我嘛有一日，咱的教会哦，我特别改做即款的，大家好读的。哦，莫过遐当啊，后做长途啦。哦，咱要说，足侪字啊，佮大家读无的啦吼。嘛，大家拢迄个白话，大家拢读甲会真了解。安尼你才有兴趣读圣经，敢毋是安尼？你若读到有动着吼，你就无兴趣啊。啊，林长老会使讲我吼，看咧推行即个台语吼。啊，什么代志？因为吼，我的意思是讲，今仔日即个场合要互大家了解吼，就是讲即个重要性伫倒位啦。啊，咱爱看有才有效，所以伊要互咱讲毋通看有。啊，即本册吼，即本圣经吼，我会下伫教会，啊，会写当迄个教会公用啦。啊，你若有兴趣就去读，啊，若要爱买的人，无要紧，咱再来争取这一本伊会算咱较俗啦吼，算差半册安尼啦吼。啊，所以我简单甲即个代志做一个完整的介绍吼。啊，今仔日毋忙以后啦，伊当然拢做无用，才2-3礼拜久尔，无啥物时间吼，通用足侪时间伫即个所在，伊还佫去别个教会佫继续吼。毋忙咱明年还佫排一个时间，若有机会的时阵，咱再佫请伊来，好，咱三个来祈祷。主美听人的爸，阮感谢你，啊，阮今仔日对你的话，你就领受。那安尼，阮这时阵，阮知影，咱伫教会，咱需要伫即个台语方面，阮需要传承即个要紧的事。有别上帝，你的圣神
帮助阮的教会，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拢重视即个传福音的事。阮即个台语语言果然会当演煞伫阮的后一代，来帮助阮的教会。有别上帝，你的圣神甲阮三下对地，也互林长老伊所做的事，会当得到上帝你大大的恩典，赐福伊有气力、有好的身躯、有好的精神，伫即个所在，互伊所做的工课，果然会当延长你的性命。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好，真歹势吼，甲大家定休息时间吼，因为今有考完开始啦，吼，咱今下午考开始。去行完我补充一个，就是讲，阮正要推行这个了，总会是拢甲这个都拢契合一个，伊虽然有人认同，但是足歹个。阮正有地方教会足侪认真要来推个，所以地方教会公用的圣经，阮拢愿意送互教会啦。教会来推，会有危害的人，阮会当推荐落去，大家足重视，咱的圣经哦，大家圣经。好，谢谢。